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今日就同大家嚟到九龍公園嗰個文物探知館。近日呢，有唐代一啲嘅文物嚟嘅展覽。我哋喺尖沙咀站 A1 出口，即係清真寺個出口，跟住呢條路一路去。嗱，呢個唐風萬里嘅展覽呢，就喺香港文化探知館地下一個專題展覽廳同埋一樓都有噶啦。喺地下嗰層有唐代長安城嘅地圖。經過呢個地圖呢，我哋入去個自動門打開就有嘢睇啦。呢個展覽嘅展品呢，都係由國內唔同嘅出名嘅博物館嗰度借翻嚟嘅。咁啊，出土嘅地方當然亦都唔同啦。睇咗呢度真係去咗好多間博物館嚟到睇噶啦。嗰啲展品呢，包括嗰陣時啲日用品啊、裝飾啊，好似鏡啊、宗教上面嘅嘢，佛像啊度，仲有呢度基督教嘅石刻嘅字。咁又有啲頭飾啊，有啲金器啊。最特別呢度咧有個赤酒金龍啊，哇，用金嚟做嘅。仲有當時啲人寫嘅字啊，好似呢幅千字文。呢度係香港文物探知館，當然有香港出土嘅文物啦。但係香港出土嘅唐代文物都係支離破碎嘅啫。不過都係睇一睇啦。你話啲展品咁靚，但係我都唔知佢係啲乜嘢嚟嘅。不過唔緊要，嗰度有 QR code 你掃呢，就係有語音導航嚟到係解釋嗰個展品係啲乜嘢噶啦。不過最好帶埋個耳筒去啦，因為你個電話播啲嘢出嚟咧，可能嘈到人哋。金節喺金銀飾物中，唐代女性獨鍾髮飾。髮飾唔單止數量多，種類亦為繁複。唐代遵循古禮，女性滿15歲即行。呢個唐風萬里嘅展覽係去到2025年12月31號啊！如果大家想去睇啊，快手啦。不過你都可以買本精美嘅書返去，就可以慢慢有得睇啦。今日所講就係咁多，拜拜。